人愛長交，數愛短結。人愛長交，數愛短結。先生，馬事，俺妹老圍山到位啦。做乜嘅呢？佢上禮拜老愛加嘅100個月，對啊，還蠻晚呢。又有按樣嘅事情咯。好，先生為老圍山講，要錢要夾夾還本，莫本2-3個友誼受到傷害。客家老古語言講，人愛長交，數愛短結。先生按字說。一下，Annie 再來講一遍。好。人愛長交，數愛短結。